来看彰化市这公园路这排古厝，就是南国宿舍群，是彰化县保留上界完整、面积上界大的日本官舍建筑。不过因为这年久过侵，损害真严重，县政府拨2亿600万的经费要进行整修，按算伫咧2026年的年底会当完工。 行入巷仔内，规排老厝是1922年甲1935年起的日本官舍南国宿舍群，嘛是彰化县保留上完整、面积上大的日本官舍建筑。彰化县政府伫2018年甲南国宿舍5号、5之1号指定做县定古迹。2019年甲附近的宿舍群登录做自楼建筑群。目前官舍因为年久过侵，损害严重，县府拨2亿600万的经费要来进行整修。咱这个整修范围总共有七栋那包含这个高等宿舍的是咱的限定古迹5号、5之1那还有这个我们判任官这个甲种宿舍就是4号，那其他5栋都是判任官的这个丙等宿舍总建筑面积1127平方公尺的南国宿舍群，有高等官第3种官舍、判任官甲种加丙种官舍，计共7栋宿舍。 透过宿舍官位大小，会当看出日本时代的地方编制，甚至砖仔饼顶，阁有立出世界大战轰炸台湾留落来痕迹。地方人士一直真关心官舍的保存，嘛有国校老师带学生来遮进行历史调查。迄边啊阁有迄个美军轰炸咱台湾的时阵，炸弹的那个榴弹打到的那个枪口，这宿舍无人住的所在，拢愈来愈歹。阮南国国小一直来遮来做调研，来做实习。咱的彰化县城，其实伫咧清朝时阵就发展起来，所以日本时代就有这个高等的官舍，意思就是政府对这个地方其实是真重视的。 县府表示，南国宿舍群的整修工程预计2026年底会完工，未来按算规划做青创基地，结合青年创业、文化观光、活化历史空间的使用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